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实行集中营政策，这是中国压制和同化东突厥散3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手段。压迫和破坏机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强迫劳动。中国开始将维吾尔人在集中营和东突厥散各地工厂作为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做法在国际法中是犯罪行为，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呼吁抵制中国的棉花和其他纺织品。根据一名35岁的中国工人透露，维吾尔工人被迫以低于汉族工人工资的价格工作。他说，汉族工人的工资比维吾尔人高2倍。尽管中国政府此前否认维吾尔族被迫以廉价劳动力的身份在工厂里工作，但他并不否认中国企业歧视维吾尔工人。中国的招聘公告和中国的工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信息和宣传，证实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不公正对待。中国今年第一季经济同比萎缩 6.8%， 这是1992年中国官方开始发布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显示武汉病毒疫情对今年首3个月的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各项经济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出现负增长。中国从今年1月下旬起，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社会经济活动几乎全面停摆。2月大部分时间，企业、工厂仍停工停产，商店、餐馆闭门歇业。中国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导致了全球供求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武汉病毒在疫情爆发源头的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远比中国当局提供的官方死亡数据高得多。特朗普周五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刚刚宣称将武汉病毒这个隐形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倍，但实际数字要高得多，远远高于美国的死亡数字。美国武汉病毒疫情累计死亡达33000例。2019年年底爆发武汉病毒疫情的中国武汉市周五公布订增确诊死亡病例，从原先的2579人上修为3869人，确诊死亡病例新增1290人，使全国累计死亡人数达4632人。当局并且承认医疗机构有迟报、漏报、误报病例的事实。法国病毒学家因研究艾滋病毒获得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卢克·蒙塔尼耶教授4月16日表示，目前全球大流行的武汉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他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病毒被人操控了，来自蝙蝠的病毒中被加入了几段艾滋病毒基因序列的小片段，这不是自然病毒，而是专业工作的结果，是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工作。他不知道操控这个病毒的人是谁，有什么目的，他也不指控任何人，但他说，可能有人曾想做抗艾滋病毒的疫苗，把几个艾滋病毒基因序列小片段加入到冠状病毒的长段基因序列里。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多人相信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中国武汉的实验室。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和俄罗斯同仁拉夫罗夫举行电话会晤，讨论美俄之间的军控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格斯就蓬佩欧和拉夫罗夫的会谈发表一份书面声明。据声明，蓬佩欧强调削减核武器的谈判必须包括中国。蓬佩欧表示，未来将举行的军控谈判必须以特朗普总统包括俄罗斯与中国3边军控条约的设想为基础。声明还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在双边战略安全对话的范围内，还就武汉病毒和在俄罗斯被拘留的美国公民以及地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